東京亦嘢好介紹啦。又睇下先。哇！呢啲華為嘅電子磅喎，39蚊一部，好抵喎真係。39蚊。跟住仲有一隻好嘢要介紹，就係華為嘅手機 Y9。Y9 手機賣528蚊，哇！真係好抵，真係。而家網上賣緊咧，應該係900蚊至1200蚊嘅。呢度咧係等於差唔多半價，咁真係抵買抵玩。